抽氣過濾法。用鉗將吸濾瓶固定，放上橡膠接頭，將布氏漏斗放在橡膠接頭之上，將濾紙放於布氏漏斗裏面，將過濾瓶側壁連接去真空膠管，開動真空。用少量溶劑將濾紙弄濕，確定濾紙被吸緊，並掩蓋所有小孔，將混合物輕搖並倒入布氏漏斗裏。用刮鏟把晶體撥進漏斗內，釋放瓶內真空，必須將真空管拔除，以防水倒吸入吸濾瓶內。將少量濾液加進剩餘在器皿中之晶體，將瓶內之所有混合物倒進布氏漏斗內，增強抽氣，藉以抽乾漏斗內之溶液。清洗所收集之晶體，首先停止抽氣，用少量冰冷之溶劑加入漏斗，將晶體緊緊掩蓋。用刮鏟輕輕攪拌懸浮晶體，將吸附喺晶體嘅母液洗出，再用真空將液體抽走。用刮鏟將晶體緊壓在濾紙上，利用抽氣把晶體風乾。當晶體被抽乾之後，小心把晶體收集。